讲到新竹北埔，老街是大家路每边过的景点。不过，虽然老街行光上，睇山那杜峰的太平国小，韩国喺嗰度家长感觉讲係一顿好嘅素材哦。太平國小10多年前是愛廢校，為做到長久學校第二輩民間資源，推展多年智能教學，也是學校路翻上嘅。韓本人先做100台特色學校，幾隻嘅有一定張嘅地理條件，適應嘅生長環境，有豐富嘅大自然生態，教養杜峰有8個種嘅融入嘅品種，也連結嘅學校同社區。今年8月咧，讓上任嘅校長彭明遠。透過音樂同語文，每團學校家庭嘅韓國度嘅生命力。而家現年學生嘅193人，將9個人係學期低度嘅喲。大多數學生嘅都係對祖北祖東也到地區去讀嘅，還有學生嘅每年要出差從點個鐘去讀書路很咯。來看下一間太平國小係用嚟為按上人去讀。的在这里呢，全部拿过来一起集合。適合爭取按到小朋友理定欣賞，講到今年愛行業社區來探索，特別歡喜。你們不能在我前面，知道嗎？規路嘅吱吱喳喳講唔愛說，先生愛大家蹲腰來看家下，小朋友聽到馬街邊呢，夾夾行講前去。好，那用啊！哪裡？一到小朋友講嘅阿廖先生，就會也嘅自然探索晒嘅自圖先生，現正係採天熱，動作是採天嘅環境，故所就讓社團考察感染採天嘅自然生態。你帶隊小朋友，除了學校沒有教，學校的教科書沒有教的嘛，這個社團是一個非常嘅特殊嘅，就是自然探索，所以我帶隊嘅小朋友要記小時候嘅童年啊，冇從你不看然後在學校去啦，學校去東南都冇從哎喲，大家行山路，也行阿門鄉路，從東南。可以出來走走，然後呢，可以學到很多自然界的知識，就是可以親近大自然，或者是怎樣。因為上一次我們就找到一隻死掉的山羌，被狗咬死。可以愛護大自然，不會破壞大自然。上去，拉溜滑梯了。上去先盪樹上。後面屁股塞得會痛嗎？行出學校，小朋友除咗愛行又定又ขี่嘅山路，也白也掉行愛行過河壩。慢慢走，手要放在那個白色的石頭，白色的石頭。手鞋子給我。我的褲子濕掉了。濕掉沒有關係。扎腳馬達行業又平又涼嘅河壩水調度，阿廖先生細心細意嘅帶領安東小朋友報到河邊，大家都聽嗲嗲嘅。有很多刺激的地方，腳踩到那個石頭，感覺很舒服，像在做運動。可以到戶外走走，在河邊找小小的昆蟲。大概多禮拜二先是當飯市啊，所以等禮拜二佢出嚟搞就當快啦。行出嚟嘅高興嘅程度，你可以到啊。雖然講啊，嚇，係雖然講啊，嚇，佢都行出嚟搞唔通，講唔通。唔過安全啊，也係我最大注意嘅位數，安全啊。10公人啊，佢都實實平平安安下課做唔卡，也係我要做嘅啦。所以現在有很多是屬於秋天有的。飛翔啊，收穫啊，種子，先觀察，先不要急着開。認識咧社區杜峰嘅環境生態，進到學校睇樹下就係教室，學校杜峰嘅一條樹嘅一條草嘅，比來比去嘅用一個野道，總開都係學生嘅學習嘅題材。故所野道拿定翕相機，準備愛翕學校杜峰嘅景物，來增加生態知識。今天我拍的是一些關於比較自然的，然後我拍了幾朵花，然後今天主題是自己想拍什麼就拍什麼。
摄影的开始也是有点困难，然后可以自由的发挥想象力，就是要拍出什么。今天上课的主题是秋天狂想曲，然后我们刚刚有去小池王国拍荷花，然后也有树。也得好生嘅3年前起始上生态课，上嘅新年嘅課要當到位小朋友喺啲先生嘅鼓勵下，同各位初級嘅製圖諗研認真。研究年下來，佢哋就不得群體，但係因那嘢去參觀。好，那我們往前走。然而，學校對一群參加南岸沙期強力行嘅人客，太平國小就係其中一個景點。故所學校派出的2個製圖人員，詳細細嘅同按度嘅睇人收集學校嘅自然生態，行為按佢哋提出的嘅問題，看到用毛蟲跌地天來空，每位老佢哋聽嚴準到輸入嘅空。你會怕，可是你還是來做。因為蝴蝶幼蟲沒有毒，它只是看起來有點鮮豔而已，可以慢慢接近它，或是摸摸它。對，因為那個蟲很好摸 ，Q 的。這應該是第4次了，然後其實看久了就覺得還好，因為每天上學就會有一大堆蝴蝶，看到什麼風景就自己腦子會想一下。然後那走廊也有蝴蝶看板，也可以學習一下。現在有位用藥嘅沙期同學校就連連共下，第二小朋友就唔單唱戲讀書天天。來到沙期嘅年客，未曾有機會認識太平國小。嘅沙期老學校是因為蝴蝶而結緣，嚇！我去到咧學校學係做得好做漢拜人嗬，譬如都市人來到學校來到沙期做得人結合嗬，會了解兩人嘅生活嘅情形嗬，然後來到咧嗬會去到咧位學校嘅學生嘅當幸福。年社區嘅環境是可以說係主要係青山綠水。那推出這些自然生態，其中代表性的一個特色，蝴蝶生態，佔大部分。所以講，太平國小，它出發點嘅時間咧，以蝴蝶為主，你就共同來推動呢一個蝴蝶校園個蝴蝶村、蝴蝶社區。拄好圖覽結束就會下課嘅，只唔過小朋友唔係顧教天天，睇到大樹下有人啲嘅盤床鐵實嘅時風，就半日按好聽嘅音樂上過去，也到來拜訪嘅大朋友未共下隔業。也不過就係剛開始天天，今日發通嘅重點就係小朋友一定好為故事媽媽講故事間。有沒有人看過這樣會噴彩虹的小鳥呢？有。哦，小朋友都好幫忙他。按到小朋友坐地天嚟講，你個個嘅聽人講故，不是還聽嘅到驚到笑到起起滾，看到聲音呢甜甜嘅笑容。你就打的。發現那啲媽媽當咗先，不過記得唔曉講，會驚生啊嗬，所以我是請到先生啊教授來指導講。後來我是聽見到講，一數下嚇講故事非常讚，我教長來帶頭嘛嚇，我帶頭來判掉音樂，大家嘅氣氛嚇，咧環境如何來學生嘅過來應該是天天來講讚，100以上200是熟嘅啊。也嘅昨天下子決定尼古代帶定一檔某位盤實嘅時風盤到當參用嘅，就係太平國小嘅校長彭明娟。其實佢半夜咧爭來也做校長，不過學校地度嘅聲音呢，對1年生起時就學小提琴、大提琴。故所好希望嘅彭明娟來到一間學校嘅音樂氣息就要很加多人看到。因為學校本來是有音樂。係我自家也讀好，要學音樂，所以要咧就引搬到學校來。所以就按你講嘅冇錯啦，係因為音樂聽嗌做連結。咁學校聽沙期，聽話係環境嘅建設嚇，聽嘅樂嘅做連接啦嚇。我落來之後是聽嘅語文嘅部分，語文嘅部分加落來，我其實應該是當真嘅。
其实彭明君本但对乐器全唔了解，又唔多晓唱歌嘅。不过认真音乐，带佢行出人生千一切、千無時無想嘅吉他嘅。老佢聽彭強工作壓力，故說也唔單唱係佢帶領好教嘅一種方式。佢下班呢，行去一個記錄音樂，係老一個伴，向下真係一個樂團，向下用音樂來關心社會。呢啲樂團一開始係用教起來嘅，無心插柳。係咯，我想想啊，我們講國語啊，人家說那個取之於社會，受回饋於社會嘛。所以我家係有一個想法係講，我做呢個樂團有一個理念宗旨係生活音樂和諧社會。啊，所以講喺聽音樂讀個教學嚇，聽個演藝廳啲噃，係帶出來帶到喺生活啲噃，本大家都接觸到喺啲冇同樣嘅音樂，佢哋心情都會變好，係本社會啊好個和諧對啦，然後整體個能力。其實身為社會的一份子，我覺得公益這一塊是一定要去耕耘的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常常在做志工，那我們覺得可以透過我們的歌聲，然後去跟他們互動，帶給他們歡樂。我覺得那種感受很開心啊，就是無價的啦，對啊，比你去做一些商演場的感覺不一樣，就是更有成就這樣子。彭明君接受用自家經驗來鼓勵學生嘅，要勇敢去追求夢想，要對學生獻有嘅資源，以為學校同學生嘅打造嘅環境，當真行啲太平國社會學校獨學，不是都談嘅到音樂上。大概太平國小1年生、2年生嘅學生嘅。音樂課天初都會學小提琴，冇就大提琴。先生對基礎天天的教，還不會免得會記向小朋友來學。喜歡。為什麼喜歡呢？可以得貼紙。除了得貼紙，還有得到糖果。因為我覺得很好玩。為什麼好玩？因為我看過大提琴的影片，我覺得大提琴很好聽。學校最大特色係多元智能，用兩種部分去搭線，就係講用環境觀察、遵從、睇自然，學會聽人相處、聽環境相處。我經過音樂咧，會學前線，本啲線會停下來，然後去聽彼此合作去談，去感覺即個興趣聽即個嘅對話對象。透過遊戲獎勵方式鼓勵學生嘅樂學，小朋友又會興頭，3、4年生就會就自家興趣去參加弦樂團，冇就去參加學幾多中國樂器嘅大音團。用嘅音樂風格冇同樣嘅樂團，還接受會有重視樂器相互交流嘅機會。大棒奏會全校是下班時間，每部安排學生嘅表演，唔單唱台下小朋友學校欣賞，台上表演者每會更加有信心，有為信心就會勇敢講出情感頭獨行嘅想法。上課家下喺發現有問題，就有個膽子來問，來請出答案。一個可以推出來，只是你要注意一個地方，這個地方不能突突的。凸出來就解不開了。亞健研究課係太平國小推廣多樣智能一定重要嘅課程。上課無課本，講台係按照學生嘅嘢，愛學乜嘅，愛點乜嘅，都會自家去設去發現。課跟一般的課有什麼不同？第一個不同，它沒有課本；第二個不同，不是老師在教，是變成學生他發現一個問題，或者是他感興趣的一個主題，然後他要先去想說，我想要知道這是什麼，然後他開始去收集資料、整理，然後最後找出答案。找出答案之後，他不是自己會了就算了，他還要
教会别人，好，所以就是说对孩子来讲，那个是有意义的，是他喜欢的东西。第二个，他可以用他不同的方式去呈现。放弃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人生没有所谓的失败，只有还没有成功。所以讲，后摆呢专門看分數，一隻學校其實分數唔係推崇老，推崇老係你嘅能力，多元智能。你大家學生啊，朝聽嘅特種嘅乜嘅，你用得比喻好咧，像水果郎啊。但係水果嘅特性冇同樣，你嘅色啊，嘅味道冇同樣，所以大家學生啊嘅能力嚇係應該係獨一無二嘅啦，係即家聽即家比要講啊嚇，嘅能力係做喺展現出來嘅事情咯，呢係學生嘅成功，係教育嘅成功。好好利用環境資源，太平國小改變老頭擺固定嘅教學方式，安尼就唔會下下講下度就成績。亦都適應呢，做得做自家興趣，見去吃，見去學。第二，用一個比上比下，不是就躺喺度，音樂嘅好高度好，快樂嘅學習，快樂嘅睇，冇聽錯，係前面到自家未來人生嘅目標。